媒咧就已經係已經做咗，舊年做咗1年啦。其實中間有好多朋友一直都會問我幾時做香港啊？你幾時會嚟香港？翻嚟開香港嘅迴響場。咁其實點解我喺最後巡迴咗完之後先再最後真係嚟到香港咧？其實翻到嚟香港，我覺得香港係我成長嘅地方，亦都係一個我最在乎嘅一個站。唔可以話係一個站，因為呢度係我屋企。所以其實亦都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其實喺1月巡迴結束咗深圳嘅站嘅時候，我哋係都花咗少少時間先決定要唔要做香港。然之後亦都因為啟德呢一度咧就好受歡迎滿屋。咁而喺考慮嘅過程當中，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我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專屬香港嘅一場演唱會。因為香港俾咗我好多，所以我亦都希望可以將最好嘅帶俾你大家。所以我哋考慮咗好耐之後，咁就終於有呢個機會可以係16、17喺呢度同大家見面。我要多謝好多嘅朋友。首先我要好多謝我哋嘅導演組，要好多謝阿媽、阿敏，我哋成個導演團隊，好多謝佢哋嘅創意，佢哋嘅辛苦，佢哋每個禮拜同我開會。一個好奄尖嘅我一路喺度話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咁但係佢哋都好盡晒全力去完成一個我哋心目中覺得最可以表達到香港嘅迴響。所以好多啲掌聲，阿媽同埋佢嘅團隊。然之後咧，喺籌備香港演唱迴響呢一場嘅時候，過程當中我自己有好多嘅回憶，有好多想表達嘅嘢，有好多嘅迴響嘅碎片、回憶嘅片段。咁大家喺剛才呢個幾鐘頭入邊睇到嘅，我哋音樂上面嘅重新嘅編曲啦，我哋嘅編排，我哋嘅影像，我哋燈光、舞蹈上嘅設計，其實都係想傳達對香港嘅感情，對香港嘅愛。終於返屋企啦！咁我亦都希望大家會記得今晚我哋一齊分享嘅每一個片段。雖然生活入邊可能會好多時候我哋唔會每日都可以過得好順暢，或者每日都過得好如意。我哋每都會有脆弱嘅時間，有需要啲力量嘅時間。咁我希望大家會喺需要力量嘅時候可以記得今晚我哋一齊分享過嘅愛同埋感動。多謝大家。我亦都要好多謝 Anthony 同埋今晚所有嘅每一首歌嘅作曲家、編曲家、填詞人。呢啲嘅音樂每一首歌俾我嘅衝擊係好大好大。
如果冇咗所有嘅幕後製作嘅人員，或者冇咗喺過去冇咁多年喺香港，我哋嘅唱片行業，我哋每一位工作人員嘅努力，由錄音室嘅錄音師到每一位唱片公司嘅宣傳人員，數之不盡嘅，其實係一個需要好大嘅一個推動力先至可以做到嘅一個成績，而呢個就係我所記得嘅當時嘅香港樂壇。雖然我已經離開咗一段時間，但係我仍然都係為過去嘅努力覺得驕傲。我都希望大家俾多啲掌聲，我哋香港樂壇嘅每一位仍然都努力不懈嘅朋友，希望佢哋可以更加有多啲信心去將音樂做得更好，好嗎？OK，咁跟住落嚟咧，我想送俾大家嘅係今晚節目入邊嘅最後一首歌《再見你我》。